後來閣來這件性侵的案件，是2024年的年底發生在台中某一間國小，是一個棒球隊的教練甲小學童烏白蒙、烏白掃，閣共拍影片，講6年的時間，至少有50個學童來受害，目前是執行着3波的起訴。台中市2024年底押出國小棒球隊的教練性侵球員，相片內底摕獎杯穿制服的查甫人，就是涉嫌性侵的教練。檢方為去年3月展開調查，發現受害人數是愈來愈多，不傳出特別上百的學生受害。再又多了10幾個，總共累積有82個，上少歲8歲。頭如果還有其他的資料的話，來了威脅這82個小朋友。台中市政府沒有辦法負責嗎？檢方指出，教練在6年的時間內，利用威權用無上場拍球做威脅，長期對查甫囡仔威脅襲性影像。第一波甲第二波的偵查起訴有39個人受害，上新的一屆國計11個人，攏總有50個學生受害，不是外團的上百人。不過教練涉及的罪行超過100項，驚動社會。你們可以幫我們爭取這個變態可以在監獄裡面一輩子嗎？學校有出面要談和解的金額。互人想袂曉的是，教練早在101年就威脅前科的記錄，互判假罪，所以會當到校園任教。關鍵是佇咧當時假罪，敢若判5年，互伊佇咧108年會當摕良民證申請任教。另外一關，閣有無適任教師通報甲查詢系統。110年進前，系統甲法務部無前科的資料連線，互教練閃過。不過校方佇咧系統整合了後，無主動追蹤漏水記錄，才互受害學生一直增加到這麼濟人。就算校方願意和解，不過造成的傷害是真歹偌病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